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以及将你旁边会影响你聚会的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或者是在你跟你旁边有在交谈的弟兄姐妹也都请他能够暂时回避，让你能够在安静心当中来收看，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直播。在直播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愿主的话语再次在今天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在心中能够做美好的工作。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聚集在神你的面前，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诚心诚意的在主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的活祭。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你，服侍你，聆听神你的话语。愿主你就将你的话语再次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遇到不管什么样子的患难，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都相信神是我们生命最好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跟困难，我们都不用惧怕，只有单单相信那位上帝爱我们的主，他必定为我们排除任何的困难。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任何环境不要惧怕。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人生的惊涛骇浪无助的时候，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再次从头，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有疲乏软弱，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
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们再次大声的宣告。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恩典，成为赏赐我们丰盛生命的磐石。主，你不只做我们生命的磐石，你也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好的生命来回应主。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上帝丰盛的恩典跟祝福。当你用行动、用奉献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必定能够加倍的赐福在你生命当中应有的产业。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主所喜悦的工人形象第4个系列，也就是要如何来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一样的特质跟生命了哈。那牧师想要先邀请我们年轻人可以坐这边，我们坐这一排，这样子牧师比较对焦哈，跟你们大家的眼神对焦哈。来，坐到这边来，那坐这边，这家还有点，等一下，坐到后面这边，对。牧师想要问各位哈，你们觉得你们是普通人、平凡人，还是一个特别的人？啊？你是帅哥？哎，不错，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帅哥，是一个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中南呢？普通人哈。其实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普通人哈，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会不会有忧伤？会不会？会不会有忧伤？会不会有难过？会不会？啊，会不会有疾病？啊，会不会有好像软弱、缺乏？会不会？其实都会有。那人都不完美，可是呢，人会不会有人跟人之间所产生的一些误解啦？会不会？也会有误解，甚至会不会有伤害？会不会？有没有彼此毁谤、伤害的？有没有？有嘛，对不对？那我要跟各位讲哈，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哦，圣经里面的人哈也是这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这些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信仰的伟人呢，
他们也一样，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简单来举一个例子，摩西他本身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个性，他过去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人，可是他也能够变成一个非常谦逊性格的人。怎么说？摩西呢，他是基督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虽然是在旧约，可是实际上呢，摩西也是整本圣经一开始前面，上帝要透过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候是被统治的，是做奴隶的。所以当时候呢，每一个信奉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会不会眷顾？你们信上帝，上帝会不会眷顾你们？你们相信吗？好，你们要相信这件事情。来教会不是单纯我们来服侍神，好像很喜欢，大家都很开心。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认识背后有一位神，这位上帝他是真实的，而且是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许多过去的信仰的这些前辈伟人，他们怎么经历神。摩西他在40岁的年纪的时候，他还没有具备什么资格做什么耶和华的先知，甚至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注意40岁哦。原因是什么？因为摩西他身边周遭他的同胞他们大家都还是受到法老的统治、压榨、逼迫。可是摩西他在法老的家庭长大，你觉得摩西在法老的家庭长大，他的环境好不好？就好像你在总统的家庭长大，有没有？你在一个国家元首或者是一个政治人物非常有钱的家庭长大，好不好？非常好。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他在法老家庭长大，他说话行事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力量。可是呢，圣经记载他曾经认为弟兄们，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会明白上帝会透过摩西的手来救他们，这是摩西自认为，他自认为说，我今天要来帮助这个被逼迫的人，他会认为摩西他会认为说，我是弟兄们一定会明白，我今天来救他们，的确是上帝透过我的手要来救他们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22节到25节。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他见他们一个人受委屈、受冤屈，就怎么样？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我们那个周报你们没有啊？不够用哦。好，那个子安，你再去拿没有，我请子安去拿，再拿2份，好，再拿2份。所以我们要知道，摩西他学了埃及人许多的学问，有说话的才能，也有很多的能力。可是他到40岁的时候，他却看到说，他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好像受了冤屈啊。所以呢，为了保护他们，他就怎么样？他以为弟兄，他其实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逼迫他弟兄的这个埃及人。然后呢，注意25节，《使徒行传》特别记载他以为弟兄必定明白上帝是借由他的手来搭救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却不明白真实的事情，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结果呢？我们知道，摩西他被迫最后是逃亡，对不对？摩西他最后他是逃亡因为他杀了那个埃及人之后，他就开始逃亡他认为说，这个我去帮助我的弟兄来讨价还价就好像去为他做个征战感觉好像是上帝透过他一样嘛，对不对？没有，一人一份，那个幼鱼一人一份，那里面有那个填空，这样你才不会睡着。所以呢，摩西他被迫逃亡，接着40年，他甚至在遥远的米甸做牧羊人，甚至到了40年的末了，也就是摩西已经几岁了？我说40岁，他为了看到弟兄，看到他的百姓弟兄受逼迫，结果就杀死埃及人，然后就开始逃亡，逃了40年。请问几岁了？80岁了。80岁了，
耶和华上帝才委派他来做预言先知啊，又是带领以色列人要做什么事情？要出埃及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你觉得摩西他还会有那么大的自信吗？跟40年前那样吗？还会抱着说，他以为弟兄必定明白上帝是借由他的手。40岁那个时候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就像牧师现在这样，还是这样壮年时期啦。可是呢，当时候其实恰恰好相反，摩西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资格能够来接任这个重任，他就问耶和华，他说：“我是谁啊？竟然能够到法老那里去？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注意哦，《使徒行传》说什么？说他是有很多学问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可是当他是80岁之后，当他领受上帝给他的意象的时候，他就对上帝说：“我是谁啊？竟然能够到法老那里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已经生命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牧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个主所喜悦的好工人形象，有一个性情叫做培养坚固的性情。这是什么性情？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你们觉得摩西，我们是否能够像摩西一样？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过度自信，有没有？真的呢，我20几岁的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我觉得我很有自信自己的外貌可是现在40将近快45了，我开始觉得哇，我脸变黑了，然后比较不会打扮了，然后好像年轻人哇都比我还帅，然后自己我现在已经有一根头发白头发了。各位弟兄姐妹，前阵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学生是不是有一群年轻朋友，他们跑进教会，血气方刚说我们要来为了谁？为了谁要去做什么？要去理论谈判，有没有？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事后我们就要开始补救啊，对不对？你会发现有没有像摩西一样？有啊，摩西40岁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弟兄受逼迫，他就怎么样？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你可能会认为我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我没有什么，我又个性不好，我没有办法让上帝使用。人家摩西都可以让上帝使用了，不是吗？更何况当我们要看到教会有这一群中辍生，或者是不喜欢念书，甚至行为叛逆的孩子要进到教会来，你们觉得我们要拒绝他们吗？其实我们更要想说，哪一天他们会成为就像摩西一样，是要作为好的领袖。所以我非常感谢主。你看幼语现在打鼓今天我们如果刚刚我们敬拜没有参与到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看我们直播那个声音，是他打的呢。他经历2个礼拜，只有2个礼拜，他就愿意每天然后一起来学习。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前后左右的朋友说只要你肯学习，我愿意陪你。来，快点跟他说，只要你肯学习，我愿意陪你。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工人，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什么性情？我觉得国语词典说得很好，他说性情就是性格了，也就等于是一种脾气啊。你的脾气怎么样？你的性格怎么样？如果你的脾气、你的性情是一个不喜欢跟人在一起的，那么很多时候连你的脾气也是这样那种无形的那种，你会因为小事情你就会发脾气你的性情就不是很 OK。所以呢，一个主所喜悦的好工人，他需要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脾气，性情必须要坚固了，把它写下来，在你们的那个周报里面有那个空格开始写没有笔来，一支笔一个人先写完还可以。下次牧师期待你们只要听牧师讲到你们就把笔还有那个周报那个空格填空的地方准备好，那是一种态度。我觉得就跟你的学习打鼓、学习乐器一样，做任何事情都要到位。
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性情，也就是在谈这种态度，性情要坚固，脾气要稳定啊，性格要结实的基督徒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在上帝面前他性情脾气是结实、坚固、稳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上帝的面前的基督徒是怎么样？是马马虎虎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没有定性的。这是什么感觉？简单讲，环境在改变，它就会改变啊。今天如果天气不太好，他可能早上的时候说：“天气好差哦，这为什么天气这么差？真的不想要去聚会了，不想要去教会聚会了，太麻烦了。”你觉得他的性情是坚固的还是不稳固的？他的性格是结实的基督徒还是不结实的？不结实的，这样懂了吗？所以呢，当这个幼鱼，你现在牧师有借给你一台脚踏车，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脚踏车跟没脚踏车有差别？差很多，对不对？之前你会说怎么样？你要去教会，你也很想去，可是问题就好像，可是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更好的性情，在我们当中是谁？像嘉欣，嘉欣他都是用走路的从南台大学，所以有没有发现？而且每一次我牧师还跟他讲过说，嘉欣要不要牧师也借你一台脚踏车？他说不用，我喜欢走路，健康。我们的静瑜执事也是啊。虽然教会现在换了位置，过去也有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不想要教会建堂？因为教会会换地方啊。原本教会就在他家隔壁，他可能走几步路就到了。我要问各位，性情是结实，性情是坚固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啊，懂了吗？所以牧师蛮期待培养每一个现在的很多，特别是青少年还没有到达可以骑机车年龄的青少年，你们要培养一种性情，就是什么？即使我不能够骑机车，我的性情要怎么样？不要懊恼啊，脾气不要随着这个。我的同学也有，他爸妈都可以让他骑，为什么我不能骑？那个脾气、性情他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马马虎虎的过你的生命吗？还是你愿意学习有一个好的性情？我觉得上帝要使用蒙召的人，受上帝使用的人会不会受祝福？会不会？幼宇，你被上帝大大使用，会不会受祝福？会不会？你想象一下总统所钦定的人会怎么样？那个总统国家级的元首，国家级的这些底下的一些部属你觉得他们待遇怎么样？薪水高不高？薪水一定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没有能力？有能力，而且他们是被拣选的，对不对？那你觉得基督徒，我们都时常讲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可是你们知道吗？上帝所拣选的人，在性格上、性情上、脾气上要不要不一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跟他这样你的脾气、性情是不一样的哦。我跟他讲，不一样的哦。彼此前面你们要跟新天兄说你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哦，还有静瑜姐哦你们的性情都是不一样的哦。你要记得，在人的面前，上帝所使用蒙召的人，他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不是可靠的？要不要成为可靠的？幼宇，你在那些朋友面前，你是不是可靠的？可靠？什么可靠的？什么可靠的？你也不知道。你要记得我们的可靠是什么？我们是诚信的，是诚实的人，是有信用的人，而且是什么？第二个，对他的生命是有帮助的，不是有坏处的，这才是真正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在基督徒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重生的。可靠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有喜乐的，他对主是有盼望的，他对生命是有爱的，甚至他对时间是有观念的，懂不懂？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要带你去教会，结果呢，他有没有准时？他没有准时啊。你跟他约，他跟你约，
你们从来没去过教会，好啊，假设他要跟幼宇，你的同学想要跟你去教会，结果他跟你约了17点，你7点5分才到，你没有时间观念，这样可以吗？那你是不是成为他可靠的人吗？这样就不是了，这样懂吗？所以为什么说牧师会邀请你们？如果你们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敬拜团的服事，你们要不要准时？要准时。所以如果明天早上哈，之前中南刚开始要服事神的时候，早上8点就要来，对不对？我们不习惯，一开始不习惯，对不对？而且还会迟到呢，而且哇，乐器还要预备呢。那个时间到位，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让人感受到我们的团体是可靠的。我们要问：你是可靠的基督徒吗？我们的性情一定要知道几件很重要的，无论是否在某部分上，我们的生命某件事情、某个人的反应、某个人的环境变化当中，一发生在你生命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变？我们要时常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的性情、你的脾气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反应，会因为某种环境的变化，一发生在你生命当中，你就变了，那你要小心。你的生命、你的性情不见得是好的，即便你的给人的感受是一个乐观的，是一个好好先生，是一个好好太太、好好妈妈，可是我告诉你，假如你的性情很容易因为环境的改变，你就会改变自己。简单举个例子哈，你们有没有试过哈，在会开车的人一定都有遇过哈，在马路上哦，你也看到前面的车子都好慢哦。然后你跟在他后面哦，跟一段时间以后，后面的人一直按你喇叭。我说按什么喇叭啦，很吵，那前面的车子就很慢啊。结果哦，你突然间可以超车的时候，超过去以后发现啊，原来我前面那一台车哦，好慢哦。他原来他开的速度很慢，而且他不是在那个这个叫做外线道，他是在内线道超车路段。台湾有很多哦。很多时候在那过程当中，很多人的反应是非常极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每次我只要载着牧师娘，牧师娘时常讲：“你为什么都要这样开车呢？你不要管我，前面那一台车就是开得很慢，不知道在干嘛。”我的脾气就在那边，痛死了！哦，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影响了交通。请问你的性情好吗？不好。还有什么？你的生命会受到什么环境影响？还有什么？做事缓慢的人啊，这种人哦，他会影响整体的事情成败啊、成效了。你在公司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这种？一定有。我在当兵的时候遇过最多。当时候只要班长，你只要有当过兵的男生哦，你会知道那个班长时常在念的哦，在骂的都是那种。动作慢吞吞的，你还在干什么？死老百姓啊，有没有？都是这样哦。然后我们做事快的人说，然后特别什么时候最难过呢？你们知道吗？班长他就会说：“来，今天有人动作太慢，全部都给我趴下，伏地挺身预备。”气死了！明明就不是我慢吞吞，就是那谁。然后私下做完了伏地挺身之后，在休息的时候，就跟那一个人，我就看到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就你是怎样动作慢吞吞的，都影响到我们大家呢？他就被孤立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做事缓慢的人，他是否影响到整体的事情成效的罪魁元首？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影响？会。还有一种。朋友跟亲人因为无心的行动跟过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会。像我的孩子，每天早上不要讲话啦。我的孩子早上哦，他们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慢吞吞，孩子老大慢吞吞，然后大家傻傻的。我就想快一点好不好？我很多事情要做，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在干嘛？我的心情受影响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平常都有的事吗？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的性情
都在受许多环境的影响。我们会很多的暴怒，很多的性情、性格都在这当中受影响。可是我们就要问：当我们看到行为偏差、秩序不好的人，跟你的思想行为有极大落差的人，你会担心影响你的生命安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你会选择怎么面对？这就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讨论的。我们做主喜悦的工人，我们的性情，我们怎么样培养一个好的性情？恳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懂得，到底你是选择逃避还是选择面对？懂了吗？幼宇，你要时常去想，前阵子有一些跟着你一起来到教会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在哪部分上面有哪方面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他就跟今天牧师所讲到这个性情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其实他们没有不好，他们只差需要有人陪伴他们。这样懂了吗？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找出一个非常在性情上非常容易动摇的人啊，谁呀？彼得啦，把它写下来。彼得，马太福音书16章13节到16节耶稣他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大家都说我是谁？人子是谁？”他们说什么？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呀？”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注意彼得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约翰一书5章1节说什么？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好，我简单讲后面这个约翰一书这句话。这句话说都是从上帝生的，必须有一个前提。来，你们看都是从上帝生的。什么人是从上帝生的？信耶稣是基督的。请问彼得他有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有没有？有嘛？在马太福音就有记载啦。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啊！”他一定相信，他才会这样讲嘛。他不相信，他怎么会讲呢？注意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一定是从上帝生的。阿们。你们会不会说耶稣是基督啊？会不会？会不会？那你们是不是上帝生的啊？会不会？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上帝生的，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上帝生的。好，注意约翰一书说什么？凡爱生他的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懂了吗？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你是上帝从上帝生的，上帝创造你的生命，那你就要去爱那个什么，也是上帝创造的人啊。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类，什么人可以进到教会，什么人不可以进到教会。我只要听到这，我就觉得好害怕。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No， 不可以，这绝对上帝不喜悦。我要告诉各位，约翰福音18章10节，西门彼得他既然是从上帝生的，他也信耶稣是基督。请问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这发生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耶稣要准备被抓走的时候啦。他要被抓走的时候，西门彼得拿着一把刀怎么样？拔出来就把大祭司耳朵就割断了呢。请问我们有哪一个基督徒做那么极端啊？还没有呢。我们都信基督嘞。拜托，那一些外面的中辍生的孩子来到教会，顶多抽抽烟，讲个什么脏话而已。他们有拿刀子砍人吗？为什么要吓成这样？有需要吗？不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耶稣对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把它收起来吧，把刀子收起来。我的父所给我的那个杯，我难道没有喝吗？我都在担当那个痛苦，你为什么不学我呢？”那耶稣就这么简单，对着那个他跟着他的门徒。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教会要做传福音，是要把每一个行为偏差的孩子带在身边，愿意我们能够陪伴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有爱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遇过危险的时候。我们有几种生命状态，你们要先了解。当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几种生命性情。第一种，你会选择 fighting， 据以力争，打前线不顾后果，做了再说，还是选择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是消极的、观望的，不要碰，没事啊。给当的给不会赢的啦，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啊。另外一种，安静心，预备自己，等候上帝的差遣，稳固的怎么样往前迈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第16章17节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这几天都在跟子安哥讨论，感谢主，幼鱼会打鼓了，开始会打鼓了。我们要不要训练我们教会几个喜欢打鼓的年轻朋友？请老师来教，教他们能够真的是做教会的打鼓的种子精兵啊。他们是磐石啊，我们是不是磐石？我们就跟彼得一样，我们都有脾气不好的性情啊，对不对？可是呢，耶稣说什么？他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属血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指示，感动我们，你们要去为主做征战，在教会里面做磐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记得，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跟随主。我们要知道，教会必须要建造在磐石上，也就是建造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有好性情的基督徒。阿们。你的脾气好不好啊？你的脾气好不好？幼宇，我觉得你的脾气算是不错的了。是你会说是感觉上你应该觉得自己觉得不是很 OK， 对不对？但是牧师期待你要不断的为自己祷告。祷告在做什么？基督徒在祷告做什么？祷告就是跟上帝沟通，谈话。主啊，我是你创造的，我是你所生的，我的生命来到这世上一定有你的目的，我的生命要不一样，求你帮助我。过去我的个性，牧师也是一样啊。我国中时期就喜欢打架、骂脏话，喜欢在那边讲不好听的事情啊，对不对？为了要 fight， 我刚刚讲的 fight， 选择 fight 打前线，做了再说，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年轻人，我们一开始上次遇到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先做了再说嘛，管他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牧师说什么？你们要冷静啊，有没有？到头来最后不就是牧师所讲的吗？事后补救嘛，对不对？还要去法院，还要去警察局，是不是？那不是很不好吗？所以当我们了解过，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性情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必须要建造在每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人信徒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一定都应该是不能动摇的。阿们。所以你的性情可以说啊，牧师啊，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会随着环境改变，都很正常啊。就是因为太正常了，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认为这种性情环境都在改变，我们也跟着改变。可是信仰生命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不应该会改变的。它唯一会改变的是感动，感动会越来越丰富，感动会越来越多。幼宇，你每次听牧师讲到，每一次跟2次、3次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而且你会懂得越多有关你生命应该要有的智慧。这是上帝要对你说的。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来，弟兄们，我们看左手边好。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一下，你的生命要改变，来告诉他，快点，改变什么？改变那个会朽坏的，就让它朽坏；不能朽坏的，你不要把它建造那个必会朽坏的事情上面。好，比如说要去聚会，你说你自己在那边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去聚会？以前疫情期间不是也没有去聚会吗？那干脆好了，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好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在家里面看直播聚会就好，感觉好像合情合理，对不对？就在家里聚会就好了嘛，何必再去教会，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听到这个，一定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唯一不会有太大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他愿意在家里做聚会，他要做到怎么样？第一个，他还会邀请大家，好，他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有问题，因为时间上没有办法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会选择用其他的时间邀约他的朋友一起在他家里一起收看礼拜天的某一个直播节目，然后带领着他的朋友一起奉献，然后一起将这个奉献的金钱带到一间教会去。哇，我觉得上帝绝对祝福，大大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因为疫情过后，有些人他去聚会，他还是选择在家里面观看直播，他不会去教会聚会。所以牧师也要鼓励在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是停留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没有走出去，如果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希望能够更大突破，希望你带出对主的信心，能够求主帮助你，让你不要再做一个睡觉的基督徒，开始学习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到58节说，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基督徒的得胜生命是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不可以也从死里复活？可以啊。我们的思维以前过度的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可是实际上耶稣的死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吗？死而复活的事情不也是不可能吗？甚至门徒一开始说，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会死，我会为你们来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他们也不相信啊，不会啦，不会啦，你不会这样的啦。彼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我刚刚牧师讲到说，性情不能摇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尽力的为主做工。好，所以呢，牧师也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培养一个好的性情。重要的事情是要懂得去了解上帝给我们什么环境，给我们什么事物，在人跟人当中的生命的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不害怕死亡的生命智慧。很多时候，什么叫做害怕死亡？就是害怕结束了。好的环境会不会结束？一结束了，你就会觉得失去了，对不对？对不对？假设今天我记得那个钟南在刚开始学贝斯的时候，他突然间那个去打鼓啊，对不对？他去打鼓的时候，突然间又不能打鼓了，又叫他来弹贝斯，他就不太喜欢。有没有那种感觉？一点点，对不对？那就是好像结束了，不能再怎样。其实很多时候死亡。很多时候人在面对死亡是很害怕的，他怕他的亲人走了以后，他开始觉得说，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人。可是实际上呢，人是需要有智慧，不要受环境所影响。在加拿大呢，多伦多的医院呢，有一个实习医生他们都选择去服侍一些垂死的病人。那作为他们研究课程当中呢，在院方那边的心理医师呢，他们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都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回复。他们说，他们承认本身对死亡会恐惧，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借着和一些垂死的病人接触，他们可以帮助自己去克服对死亡的不安呢。定恩，如果你有一个东西你喜欢音乐，对不对？还好。那如果我们不要了呢？好不好？
可以，好，可以没 OK 啊，可以不错，代表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我如果我的贝斯说要卖给中南我会很痛苦真的啊，那就是我的啊，那是真的很珍贵的东西，会哦。可是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定恩我觉得不错哦，我没有学那个可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生命，为什么？他不一定要这个。可是呢，假如你拥有的时候呢，你要不要珍惜？你会不会珍惜？应该会。好，不要应该，我希望你期待你一定要会。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因为当他拥有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好，跟你旁边左右的人说这是上帝要用你的机会。上帝要用你的机会牧师以前在高中高三到高三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不懂得为什么我要学吉他，可是当我接触吉他的时候，我发现它让我在准备大学联考很棒的帮助，是可以放松。当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很想要打工，我不知道打什么工，可是又要顾功课。我后来发现，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就让我刚好有一个教会姐妹，她就跟我讲说：“委员，你可不可以教我孩子家教？”我那时候家教好哦，那教什么？教数学、理化，还有那个教他贝斯，教他吉他。我那时候是哦，不错不错不错，1个小时做这个，1个小时做那个，还不错哦，收入我记得印象当中收入还蛮高的。我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希望能够补助我的生活，又可以做教育的工作，因为我就从那当中就学到了怎么去教学。所以我们可以学，为什么我刚刚说，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那是上帝要用你的机会，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像幼宇2个礼拜前他不会打鼓，他就坐在这当中，就看着我们在那边团练，他也不知道干嘛。我就说幼宇去坐在爵士鼓的旁边，去看着子安哥一直打，看他的手在做什么，他就一直看着他。2个礼拜前说我好帅哦，我说你想不想要？说好啊，可以啊。2个礼拜前每天他就这么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就跟着中南。我非常感谢神，人的价值不要认为不可能，不可能就做死亡了。只要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温戏，因为你绝对不会。而且那个就像不可能的事情，就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在发生，绝望、失落，然后你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宗教改革家诺克斯在病死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妻子特别去背诵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圣经节。在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圣经节里面呢，他提到一个，我们看到其实在第15章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要拔除那死亡的毒气这个毒刺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就特别提到这一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诗篇23篇里面说什么？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一个人要说我不怕遭害就算我在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定恩今天会考，牧师们要问你考得如何？可是你就是要如同什么？就算我考不好，我就像在死荫幽谷一样，真的呢。可是你要有那种心智，我不怕遭害。不会啊，没关系，我考完了，我很尽力了，我尽力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尽力的，每一个时刻你都要尽力。幼宇中南，要不要做尽力？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所以你们今天在打扫教会的时候，牧师都在广播说什么？待会牧师会去检查就是要培养你们尽心尽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到56节特别提到，他特别提到就是死亡必被得胜的生命所吞灭。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不害怕死亡。我为什么牧师为什么要做牧者？实际上是因为我的阿祖，他教会的长老，他不是牧师，可是我听他的故事，我听我妈妈的故事是说，他为了要讲道，他去到坟墓里面，看着所有的那个已经过往的未信者，在那边传道，哇，我都好感动。我说我的阿祖他是这样在传福音，那我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牧者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生命，他必须要连续的、不断的从死亡去对付老我，然后重生的生命是一关过了一关，最后走到个荣耀上帝的生命。阿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期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顺服的生命，让我们培养我们的生命怎么做主合神心意的生命，就是要培养好的性情。那个性情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定恩也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明天还要考试哦，我们待会也可以一起再次为这些会考的学生来祷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正在那一种懵懵渺渺啦，人讲在台语用懵懵渺渺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我接下来人生的道路要怎么走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是我们必须要安静心，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用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来滋润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以被坚固，能够稳固，有平安，有力量，能够继续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了很多新的生命的功课，也恳求你能够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脾气、性情、个性都能够与主你救赎的生命相称，让我们的个性、性格、脾气也能够跟主耶稣一样。我们一起为了要建造教会，能够传播福音，我们需要有好的生命来学习向主。恳求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亮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你所造的生命当中，能够软弱的生命当中靠主得刚强。求主你赐福我们，特别我们要为了今天还有明天考试的国三的学生，中学、嘉恩、定恩、定伦，恳求你透过这一次的考试，能够考验他们学习的自律能力、思考的能力、信心的态度的培养，也让他们能够养成成熟的学习的态度。我们相信，透过考试成绩来评估检视他们学习的程度，也要能够通过我们同心合意为这些青年的祷告，再一次印证祷告，让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得以刚强，得着平安。谢谢主，我们将我们的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6点半，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愿主赐福大家。